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46章，关系列国，上主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针对埃及，关系埃及王尼哥的军队，因伫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4年，伫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，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拍败，就准备大势盾牌出阵交战，就套马鞍骑马排队戴头盔，抹枪穿战甲。毋过上主讲，是安怎我看到因惊吓铁铁，因的勇士太师拼性命逃走，毋敢回头，四周围充满恐怖。上后走的嘛走袂离，连勇士都袂当逃脱。伫北方幼发拉底河边，因拢跋倒爬袂起来。这个亲像尼罗河涨满，亲像江河野涌唱悬的是甚物人？是埃及，伊亲像尼罗河涨满，亲像江河野涌唱悬。伊讲：我要涨满，要淹满全地，我要毁坏城镇，消灭遐的居民。战马、枪啊！战车突击，举盾牌的古实甲佛的勇士，开警的路底亚军兵冲出去。即日是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报仇的日，伊要刑罚敌人，刀剑会吞食，食甲饱，会啉血，啉甲满足。伫北方幼发拉底河边，有祭物要献互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。埃及人啊，着去基列找乳香，恁食遮侪药仔拢无效，袂当甲恁医好。列国有听到你受的凌辱，全地充满你哀哭的声，勇士甲勇士相弄，两个做一个跋倒。下面是关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打埃及，上主对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：着伫埃及报扬，伫密达宣布，伫孟菲斯甲达比勒宣布，讲着排阵准备作战。战争会吞灭恁一切所有的。恁的勇士是安怎跋倒？因为上主甲因车倒，互因徛袂牢。因战败四散，大家相吞踏，互相讲：起来，咱倒来去咱的本族，转来去咱的故乡，闪避欺压者的刀剑。因伫遐话讲，埃及王法老简单，为了讲大声话，伊已经失去伊的机会。大君王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记我的性命立誓，尼布甲尼撒来的时，伊会亲像超越正山的塔卜山，亲像伫海边的加密山。埃及人啊，着甲狩猎要用的物件款好势，因为孟菲斯未受烧毁、趴远，无人徛起。埃及是肥阁水的牛母，毋过对北方来的牛氓已经到啦，因已经来啦。埃及请来的兵，亲像钓来肥的牛仔，因拢铁铁逃走，毋敢继续交战，因为因患难的日来啦，受刑罚的时已经到啦。埃及逃走，
亲像蛇伫蛇发出声，敌人要规阵做伙来，亲像做树仔的人举斧头甲伊挫掉。上主讲，伊的树林虽然真暗，敌人嘛会甲挫了了，因为敌人比草蜢较侪，袂算得。埃及的人民要受侮辱见笑，因为互北方的人征服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看，我要刑罚底米斯的神明阿文，刑罚埃及以及伊的神明甲君王。我嘛要刑罚法老甲所有倚靠伊的人。我要将因交伫爱要杀因的人的手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伊的人神的手。毋过，埃及将来会阁有人徛起，甲早前共款。上主安尼宣布：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，以色列毋免失志。我要对真远的所在解救你。对你受掠的地解救你的后代，雅各的后代会倒来家己的乡土安居乐业，无人会阁互因惊吓。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，因为我甲你同在。我赶你去遐个国家，我要甲因完全毁灭。你咧，我袂甲你完全消灭，毋过袂当无刑罚你，我要照公义管教你。上主安尼宣布。